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初5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日是6月初4，这一天嘛是六四事件33周年。虽然香港启用禁止举办少年的暗会，不过在全球各地也是照例发起纪念的活动。因为咱台湾是重新呈现伫咧香港红拆掉的各项字条。另外，香港警方昨昏伫咧维多利亚公园，也有登录晚去考例啊，拢总是拘捕5个查甫人甲1个女性。大批民众伫咧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点蜡烛纪念六四，这种情形怎么已经看袂到啊？刚办国安法实施了后，港警封闭维园规个戒备，一直到初5透早才开放。不过，也是有各种声音伫咧路会出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窗仔门内点蜡烛，铜锣湾的商圈甲维园的边啊，拢有人游行。今日為咗6四紀念者悼念咯，每年都係咁做。警方就話：我哋可能咧干犯呢個未經批准集結，如果繼續逗留咧，就會被拘捕。港警隨時伫咧維園甲銅鑼灣附近，總共拘捕6個人，年紀19到80歲之間，講因分別涉嫌煽動他人參加無經過批准的集合，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一個創造攻擊性的武器，攏拘留調查。因為佇台灣六四悼念暗會，人權團體裁佇香港已經被拆除的各項資助。6·4這場記憶的戰爭，現在全球的戰場只剩下台灣了。中國的事，中國人民被壓迫的事，香港人民失去自由的事，就是我們台灣人的事情。全世界超過29個城市接力紀念。今年85歲天安門母親張先玲講，雖然即馬無法度佇咧維園內面點蠟燭紀念，不過心中有正義的人，也是繼續捍衛家己的理念。現在維園的燭光晚會雖然不能舉行，但維園的燭光不會熄滅，它在全世界正義人們的心中閃亮。咱外交部透過 FB 粉專用簡體字寫着對中國人民的批評，講中國的民眾會當用 VPN 虛擬私人網絡並搶搜尋事件，了解是誰人佇咧挑工暗砍。總統蔡英文也發文紀念，講野蠻的手段無法度抹掉人民心中的記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聲明講，美國袂甲六四放袂記，會繼續追究中國的暴行加侵犯人權的行為。記者綜合報道。各位鄉親，咱做伙來關心天氣。今仔日西南風正強，天氣較拗翕，各地溫度有甲32至34度，北部也閣有東半部是閣較熱。提醒民眾都要注意天氣真熱，唔通著雪。咱做伙來看溫度。今仔日受到西南風的影響，東南部規工有局部的短暫雨，也若過到東北部甲各地山區有雷公雨，其他的所在是多雲到好天的天氣。今仔日日時較拗翕，尤其是伫大台北地區甲華東，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台東可能會有火燒風，其他的所在嘛有32至34度。另外，明仔載有鋒面會活來，到拜二的時陣，鋒面會影響台灣的情形比較明顯。全台灣都有可能會落雨，尤其是伫西半部有陣雨或者是雷公雨，甚至嘛有可能會上大雨。這波鋒面按算會影響到拜六。今仔日是5日節連假的上尾一天，安順國道上北的車會塞規工，其中有9個路段會特別塞車。也若伫國道5號早起開始車就袂少，是平均車流量的1.4倍。也若西部的高速公路上北的車是下晡3點會較濟。慕名台南美食。民眾特別為大白湯魚肉腩來到國華街，拍算一單食過一單。雖然疫情時期，民眾認為做好防護應該無問題，因為實在吸收久啊。端午連假，就是想說出來遊走一下，對，悶太久了，悶太久了。也毋過人潮無像想的安尼，有一寡店家話講，生意6、7成，知名春光店也無像以早人排甲真長的景象。都是那個行人啊，遊客沒有啦，有的話也是一點點。另外，嘉義知名景點桂義心華村，連假人潮明顯比平常增加，店家講大約加3成。可以做生意的感覺比較不會那麼慌了啦，對。就之前都沒人。對，平常真的都沒人。東部的綠島也出現觀光客佇碼頭耍水，買坐船去綠島的富岡漁港會當看到民眾拖行李，不過連遊客攏明顯感覺無像以早人遐濟。以前應該不是連假，不只是這樣的人潮吧？對啊。他這次看起來應該很少很多。
高公局指出，有高初五是国道北返车条的上大量，也是平均车流量的1.7倍。建议西部国道为南部出发的用路人，伫早起9点进前上路；中部是伫中昼12点进前出发，以避开塞车。记者综合报道。但回咱台湾国内疫情，本土病例是有68118例，中重症甲死亡的个案佫创下新高，中重症有496例。死亡的有152例，死亡的个案内底上细汉的才大济尔，自来都有心脏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疫情的死亡率是已经超过8%。专家认为讲，现阶段爱甲医疗的量能守好调，若侪伙人若是较紧，爱会当即时该做治疗。新冠疫情继续在拖，测试新增加68118例本土病例，各县市病例数拢在1万例以下，确诊数小可下降。不过新北、高雄、台中依然是前3名，分别有9820例、9657例、加9511例。另外，中重症新增加496例，死亡是有152例，创下新冠的纪录。死亡个案上细汉的是一个1岁查甫囡仔。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等长期住院，那因病况不佳，于5月31号病逝。这1岁查甫囡仔有先天性的心脏病，5月28采检确诊，喘气困难合并正病的肺炎，食药了后病况也是无好，5月3日来死亡。另外新增加2个儿童重症疑似脑炎，5岁囡仔5月27发烧，过2天送医收治监护病房，也有6岁囡仔6月7发烧采检确诊，经过检查是脑水肿，即阵拢伫治疗中。疫情处伫高原期，即阵依然呈现北部降低、南部清关的情形。指挥中心预估，中南部疫情会在1礼拜内达到高峰。指挥官陈市长认为，即阵话着人数差不多已经来到高点。不过，国内死亡率逐天来升悬，已经总计1962人死亡，死亡率超过8%以上，会面临死亡率1/1000保卫战。专家讲，即阵应该守调医疗量能，对老大人来精准投药啊。另外，公费检查期间领取的对象，指挥中心佫扩大为2015年9月初2了后出生的幼儿，初6到30会使去领。这段期间，若是也无健保卡的新生儿，也是后续出世的，伊话用伫摕到健保卡了后，才去领。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电塔报，一架载3个太空人的太空船。中国神舟14号按算伫今仔日10点44分的时阵发射升空，第3个太空人会伫太空停留6个月，要来去做太空站，也有太空实验室。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色情交易的诈骗手路真的是愈来愈多。最近有人利用 Twitter 甲 IG 等等的社群平台，套用别人的相片引起别人的同情了后，来甲人骗钱。咱来看中国时报，从罗西亚拍乌克兰以来，全球粮食的价格大起。接续中原就要到位啊，猪肉需求量会更较大。农业经纪公司预估，到时猪肉大卖价格1公斤会超过91块。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疫情还佫伫高原期，国内6都7个大型的儿童疫苗注射站，5日这连假这几天是拢有正常伫咧运作。有专家就建议讲，伫缩短入境隔离的时间进前，爱先甲5岁至11岁囡仔注第2档，也就是这2档疫苗人的时间缩短到4礼拜，互囡仔会当量早得到完整的保护力。继续无红仔专程陪伴，做完疫苗还佫会当得到万家造型的气球。高伫这连假第2天，高雄展览馆儿童疫苗注射站以号培养群继续服务。透早陆续有家长带囡仔来注射，因为疫情处伫高原期，尤其中南部案例大提升。有专家建议5至11岁囡仔疫苗第2剂注射时间应该为12礼拜缩短到10礼拜，互囡仔赶紧得到完整保护。美国纽约的一个研究呢，发现呢，如果小朋友5到11岁的小朋友，他的第1剂跟第2剂的间隔4个礼拜之后的话，那他们在预防病人重症住院的比例的话，从1个月后的保护力有80%，到3个月之后，它的保护率还有到50%。专家建议伫边境管制放量缩短入境，伫厝隔离天数管制进前，缩短儿童疫苗第2剂隔开时间，尤其有免疫保护的儿童，做完第2剂，隔10礼拜了后，建议各自加强剂。
根据国际相关的一些经验跟资料。那另外国内的专家还蛮持续不断在讨论，能够快，我们当然也希望快啊，但是一定是要有专家的认可，国际相关的资料的支持，靠多来改变这个时间。指挥中心表示，将交予专家开会讨论，上月6月底进前会有结果。不过，要提醒家长，六都的7个大型注射站特别完成阶段性任务，即剩初5最后一天，刷落来注儿童疫苗，要回归学校、医疗院所，家长要把握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传出一个姓陈的警察队长，涉嫌在半暝执勤的时阵啉酒，然后佫甲女性性侵。分局知影了后，主动做调查，因认为讲这个违反规定的情形是真严重。除了该移送法办以外，分局长嘛自请处分。本分局侦查队长，那在5月底的时候，值日期间，饮酒，那酒后行为失当，那引发了这个影响警誉的事件。那事后经过当事人的投诉，本分局主动侦办，那已经将案件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那本人的部分已经自行处分。这个警察队长涉嫌啉酒了后，甲女性性侵，被害人去病院验伤提告。这个警察队长信后妨以妨害性自主罪上班。中正一分局嘛报请警察局，先暂停伊的职务，嘛甲伊为原本主管的位降职。这几天伫咧台北的信义区，当伫咧举办国际册展，今年佫有创新的发展哦。用 AI 剧场要互读者除了看文字以外，会当利用平板电脑来体验作者所写出来的世界，做伙感受伫咧小说内底主角精彩故事。摕到平板电脑来到古物修复室，感受修复师应如初加青铜古剑幻化修炼，因必须中间的情爱纠结。可以看到蛮多细节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它呈现得很真实。你可以自己控制你要从哪个角度去看这整个事情。我还蛮想看原著。小说著作结婚如初，伫进前拍入美国、韩国市场了后，即阵搭上原宇宙的流行，加文理转又诚侪 AR 剧场的方式来呈现，也诚侪全台首创。古物修复师跟古物之间的故事内涵来说的话，我也会想成是一个伤痛跟疗愈的故事。在你眼前，一个修复师就这样长出来，一拿开，又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它本身就是带这种奇幻感的。演员在中间表演，但是周围32台摄影机同步拍摄，探索感是 AR 作品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文学作品的应用也唔那只有 AR 形式，要团队是甲各地台湾图书馆的馆藏的文本开发诚侪游戏。跳好台湾这本主要是在讲说，1803年代的时候，文珠一行人啊，他们从日本前往江户的时候，不小心被风吹着，然后就飘到台湾了。他可能会跟原住民有互动啊，加了一些现代的元素，那再搭配他的故事呢，做成游戏。用活泼的方式吸引囡仔的注意，并且了解关于台湾的故事。近年来有愈来愈多文学作品加入红阿册改编，也是 AR、VR 这跨领域来试验，希望在数位时代会使有新的突破，也为投资出版的相关产业带入更加多新生命。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时代伫沙丁堡内底一个眷村，迄当阵是空军风炮部队高射炮的阵地。即嘛是已经保留起来，称作是眷村文化园区，嘛是新北市的历史建筑。即阵嘛，才当伫咧举办一个空翕图的展览，要来了解大台北地区历史的变迁。这个是1945年的松山机场。比较松山机场本来时期的空照图，就通看出都市的变迁，佮有中正纪念堂等等总共9个所在。对1945年开始改读军事用途了后，几个阶段的改变。它之前呢是炮阵地，然后呢在民国50年代、7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时代的变迁跟社会的进步。新北市文化局表示，过去的军事机密、军方是安怎操作空照机、底片破突机等等，民众即马拢通伫展览中来认捌这个知识。另外嘛通熟悉空军3中1川过去重要的军事地位，这伫民国95年正做新北市头一个贯穿历史建筑，内底保留真侪战争历史的痕迹。
空军三重一村是我们日治时期的高射炮阵地，然后它负责保卫的是淡水河对岸的台北总督府的安全。大台北地区有9个炮阵地，我们是唯一仅存的一个炮阵地，因为我们还有遗迹，我们还有地下甬道。小心头哦。文化局表示，这边真特别的地下通道，嘛通互外界知影过去作战的时阵是安怎运送枪支。园区的环境结合展览，甲课本无写的台湾历史小解，互大家知影。会等到6月底，因应疫情，即马阁有线顶的导览影片。记者陈嘉文、谢桂林新北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为着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是超过5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天拢总增加68151例，目前是2342794例。中国伫 WHO 的病例数的资料是超过318万例，咱日本嘛超过893万例，韩国已经是1800万例以上啊。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介侪3个国家是美国、印度，也阁有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6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100万例，咱若伫欧洲迄边，英国是已经2200万例以上，法国嘛已经超过2900万例啊。接下来关心这个消息，罗西亚拍乌克兰到达是已经100天啊，针对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去封锁，地区粮食送袂出去的代志，普丁是有出来驳回，伊嘛强调讲是用上简单的方式透过白俄罗斯送出去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三来到基辅病院，探视伫战争中受伤的士兵，亲自对守护家园的因表达感谢。5俄战争满100日，泽伦斯基是出现伫镜头前，甲众官员同齐入境，强调大家拢也伫乌克兰，要甲人民徛做伙，赢伫最后的胜利。Захищаємо Україну вже 100 днів. Перемога за нами.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Героям слава! 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市传来捷报，州长对路透社表示，已经成功为俄军手中夺回州内北顿内斯克20%的领土。针对战争造成乌克兰的煤啊贩卖无法度出口，外界批评俄罗斯以粮食作为武器，影响全球。普丁初三接受专访时阵表示，这种讲法无影无迹，更加指出粮食会当经过白俄罗斯输出。Ну и, наконец, самое простое – это вывоз через территорию Беларуси. Самое легкое и самое дешевое. Но для этого нужно снимать санкции с Беларуси. 普丁也伫初三甲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塞内加尔总统萨尔会面，参详粮食问题。萨尔指出，最近欠粮食，希望俄国会当互谷物肥料顺利为俄国出口，因为俄国乌海沿岸港口甲南方地区受俄国控制，影响粮食输出。不过，普丁否认封锁港口，坚持讲粮食客观是西方国家制裁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伫日本做面的业者，这2年来因为经过疫情，即马阁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地区原物料的价销大起，加上日票变薄，只好是调悬面的价销。自东京岛南边的大田区到小豆款偏北的基玉关，甚至日本全国各地，只要是有火车或者是捷运车站的所在，站内站外甚至是月台顶，拢有这种一份无到500块日元所谓的动身啊美食，有赶上班上课的市民要专工来买背包客。面伫咧鼎内面撒好了，放喺碗内面，然后淋用豆油调味的小汤，真侪也阁会加撒个半熟的卵、煎的肉或者是蔬菜。骹手较紧的店，一工会当卖上百碗。虽然挡过新冠疫情的影响，不过即马日元一直跌，佮加上俄战争拍袂煞，拢造成即寡伫咧卖俗价面食的业者，拄着愈来愈大的起价压力。業者さんにも頑張ってもら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さすがに今回はちょっと上げなくちゃ無理かなっていう状況に陥ってますんで、まあ1割から 10% から 15% ぐらいは上げる品物が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
人客伫咧食的每一碗面内面的荞麦或者是乌龙面做面所用的荞麦，60%以上拢是靠进口。过去5年的起磅超过60%，除了面调味用的豆油、大豆的原料8%是进口，4月份开始起差不多1%。还佫钱的配菜，豆的外口的米粉用的原料是小麦，进口的比例也有9%。去年10月以来起磅超过17%。即款食面的人客无一定了解什么叫做汇率、金融，也无一定会去关心几多千公里外的战争。因过市场的变化，互因落袋内面的钱变做愈来愈薄。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伫西非塞纳加尔首都，因为拄着真罕见的沙尘暴，车路是规个大雾甲真严重，空气品质嘛变甲足歹的。因那古巴嘛因为落大水雨。首都哈瓦那规个做大水，即嘛传出灾情。热带风暴亚历克斯即早伫古巴中部西部30外地区落104毫米的雨量，首都哈瓦那市区街路全予大水淹去，水浸到脚头夫，交通严重受到阻碍，还有公车伫街路故障，触动6名查某人，南方塞车。消息指出，这场大水雨伫哈瓦那带走2条人命，纳尔德里奥市也有1个人死亡。Que siguió lloviendo de la noche hasta ahora. Ya por la mañana empezó a entrar el agua, poco a poco. Cuando vino la ya, el agua empezó a entrar por acá. 气象单位指出，若亚历克斯的威力继续增加，将会吹向墨西哥湾去到美国福州、古巴巴哈马群岛甲佛罗里达半岛，随时拢发布气象警示，呼吁地势较低地区居民严加防范。镜头刷到西非的塞内加尔首都达卡顶面，车衫和真高的沙尘大潮，连见到降低空气品质恶化。当中警告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儿童甲老大人上好卖出去，市民也上好避免外出进行体育活动。有讲这波沙尘粒仔爱到初时下昼才会到倒啊散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在即马万行交起的时代。伫澳洲昆士兰的一个城镇，为着要省钱，因甲无要滴的食用油，搁去处理，叫做是升级柴油，会当来应付即马油价大起的时代。贝斯福德伫咧铁器再会主管机加油，油加满发动开始做线。伊加的柴油是因公司餐厅因过油提炼的升级柴油。But we thought, why not try to use it here, so that we don't have to take it to landfill or dispose of it that way. 贝斯福德住伫咧澳洲昆士兰西北部的庄卡克隆克里，因为即马油正贵，再加上运送食材的补给路线有几多百公里长，伊的运送成本愈来愈悬。所以，这家餐厅钱柜油提来再利用，经过半年的实验，成功提炼出玻璃罐内面黄色的升级柴油。Essentially, we're just filtering out all of the solids out of the oil, and then we're dewatering it. So that's just a process of settling. We've set up, quite a lot of settling tanks. 贝斯福德讲，虽然拄开始伫咧做升级柴油时阵，成本开了几多千块美金，不过即马省来油钱是搁较多。看到伊的成果，当地一寡夜店也开始回收餐厅用过油。We were getting masses of oil in p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thousands of litres at a time, trying to get them to Mount Isa, but it was a big expense for the business. 澳洲即马一年就要用321公升的柴油，伫咧车辆改制电力或者是氢气引领进程，用英国食用油制造升级柴油，也是一个对抗通膨的好办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过到东北部，还有各地山区会有雷公雨，日时会较暗翕，要注意天气真热，都唔通着伞。为拜日开始到拜六，全台湾会受到风面的影响，拢会落雨。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